2025科研革新，由他啟航，耶！咁今年他創未來咧，第一年咧就有好多好豐富嘅成就，更加之獲邀受到多個國際平台去做主題分享。今年我哋有超過400嘅人次參與到今次嘅 AI 領袖培訓計劃，有50幾位嚟自唔同行業嘅精英女性通過咗3個月嘅密集培訓。稍後咧，我哋就會見證15位優秀嘅學員企上呢一個舞台，將 AI 技能轉化成可以改變社會嘅 ESG 方案。我亦都非常之期待。期待呢一個嘅活動並唔係一個結束，而係一個另一番嘅開始。就係希望每一位嘅參加者、得獎者都可以將你哋學到嘅 AI 嘅技能，可以去為自己身邊嘅朋友、為我哋嘅社會去帶嚟更多嘅貢獻。期待之後嘅活動再見到各位。其實我哋原意咧就係想透過 empower 呢15位女仔咧，而佢哋喺呢個過程中學點樣用 AI 啦，諗到一啲 project 啦，唔單止可以將佢哋嘅學習帶翻去佢哋職場裏面，影響緊嘅係超過20幾個行業。